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記13章有關麻風病的條例。上主對摩西甲亞倫講：人的皮膚若腫，也是生癬，也是變色，可能變做麻風病，就甲伊帶去祭司亞倫，也是亞倫的子孫中做祭司的遐。祭司就驗迄人皮膚的鏡頭，有鏡頭的所在毛若已經變白，鏡頭侵入去肉內，這就是麻風病。祭司甲伊檢查了，就宣布伊無清氣。迄人的皮膚若有白色的斑，看起來無侵入去肉內，伊的毛嘛無變白，祭司就將迄人隔離7日。到第7日，祭司就閣甲伊檢查，若鏡頭無探開，祭司就閣甲伊隔離7日。到第7日，祭司就閣驗伊，若鏡頭較少，無閣探開，祭司就宣布伊清氣，是癬若定，迄人就洗家己的衫，就算做清氣。毋過，伊互祭司驗過，宣布清氣了後，癬若探開，伊就閣去互祭司檢查。祭司甲伊檢查，發現癬已經探開，就着宣布伊無清氣，是麻風。若有人已經有麻風的症頭，就着帶伊去祭司遐，祭司就甲伊檢查，皮膚若有所在腫閣白白，毛嘛變白，若腫的所在生新的肉，這就是慢性的麻風。祭司就宣布伊無清氣，毋免閣甲伊隔離觀察。麻風若探開，祭司看會到的所在攏探開，祭司就甲伊詳細檢查。若發現伊全身的皮膚攏變白，就着宣布伊清氣。伊的身軀若一個出現新的肉，伊就無清氣。祭司若驗到迄個人有新的肉，就宣布伊無清氣。因為新的肉是無清氣，是麻風。毋過新的肉若復原變白，迄人就來見祭司，祭司就甲伊檢查。若發現感染的所在已經變白，祭司就着宣布迄人做清氣，迄人就清氣。人若生粒仔有醫好，後來生粒仔的所在腫閣白白，變粉紅仔色，就着互祭司驗，祭司就甲伊檢查。若發現鏡頭探入肉內，毛變白，祭司就宣布伊無清氣，是麻風生佇粒仔內。祭司甲伊檢查，若發現迄頂面的毛無變白，嘛無探入肉內，閣有較少，祭司就甲伊隔離7日。祭司若發現病有佇皮膚探開，祭司就宣布伊無清氣，伊有治病。粉紅色的斑若無探開，是粒仔的熱，祭司就着宣布伊清氣。老人皮膚互火燒着，燒着的所在新的肉有變色，無論是白色、帶粉紅色，也是全部白色，祭司就着甲伊檢查。若發現變色的皮膚的毛變白，閣侵入去皮膚內，這是麻風佇火燒着的所在發起來，祭司就宣布伊無清氣。祭司檢查了，若變色的所在無白毛，嘛無侵入去皮膚內，閣有較少，祭司就着甲伊隔離觀察7日。到第7日，祭司閣着甲伊檢查，若已經探開，是治着麻風，祭司就着宣布伊無清氣。白色的斑若咬佇原來的所在，無探開，閣有較少，是互火燒着腫起來，不過是火燒着的熱，祭司就宣布伊清氣。無論男女，若佇頭殼也是下頦有滴鏡頭，祭司就甲伊檢查。鏡頭若侵入去肉內，迄位的毛較黃較細，祭司就宣布伊無清氣，這是癬，就是頭殼也是下頦的麻風。
这是检查迄个线若无侵入去肉内，迄所在嘛无乌的头毛，也是喙鬚。这是着甲迄人隔离观察7日，到第7日，这是搁着检查镜头，线若无摊开，即个所在无黄色的头毛，也是喙鬚，线搁无侵入去肉内，迄人着剃头毛，也是喙鬚，毋过毋通剃着线。这是着搁甲伊隔离7日，到第7日。这是搁着检查迄个线，若无摊开，嘛无侵入去肉内，这是就着宣布伊清气。迄人着洗家己的衫，伊就清气。毋过伊清气以后，线若摊开，这是着搁甲伊检查。线若已经摊开，毋免搁找黄的头毛，也是喙鬚，因为迄人已经无清气。照这时的观察，线若无摊开，迄所在有发乌的头毛，也是喙鬚线已经好，迄人是清气的。这时就着宣布伊做清气。无论男女，皮肤若起白斑，这时着甲伊检查。白斑若是皮肤色，就是白掉，迄人是清气的。老人甩头毛，无论是秃头也是秃遐，拢是清气。秃头也是秃遐的所在，若出现粉红色，是麻风生伫头壳。这时着甲伊检查，若发现伊的头壳无毛的所在出现粉红色，搁整整甲麻风的镜头同款，迄人就是得着麻风是无清气。这时着宣布伊无清气。伊的镜头生伫头壳，得着麻风的人，衫着拆裂，头毛着拍散，暗喙、话讲无清气，无清气。伊的身躯若还有镜头，伊就是无清气。既然无清气，伊着伫野外家己住。有关生菇的条例，衫若生菇，无论是羊毛赤的，也是麻纱质的。也是皮甲用皮做的物件，若是青色，也是红色的菇，就互这时验。这时就甲伊检查，将生菇的物件另外收藏7日，到第7日，这时阁就甲伊检查。菇若伫遮的物件摊开，是生恶性的菇，拢是无清气。遐个生菇的衫，无论是羊毛赤的、麻纱质的。皮做的，也是用皮做的物件，拢着烧掉。这是恶性的菇，一定着用火烧掉。这时阁甲伊检查，菇若无伫羊毛赤的衫、麻纱质的衫、皮做的衫，也是伫用皮做的物件摊开。这时着吩咐人洗遐个生菇的物件，阁甲因分开收藏7日。生菇的所在洗了后，这时阁着甲伊检查。若生菇的所在色无变，虽然无摊开，遐个油源无清气。无论恶性的菇生伫内面也是外面，规物件拢着用火烧掉。毋过洗了后，这时甲伊检查，若色有较浅。这时就将生菇的所在对衫，无论羊毛赤的，还是麻纱质的，还是皮做的，甲伊拆起来。若衫还有菇，无论是质的、赤的，还是皮做的物件，就用火烧遐个生菇的物件。你洗过的衫，无论是质的，还是赤的，还是皮做的物件，若菇已经无去，就搁再洗。就清气。以上是有关用羊毛赤还是麻纱质的衫，还是用皮做的物件生菇的条例，用来判断清气还是无清气。